我真係頂唔順啦，我真係就嚟癲。Girl, chillax， 咩料啊？個 AI 又整咗啲咩出嚟？你睇下，我只係想為紐約嘅故事個 channel 整張 cover， 我叫佢寫紐約嘅故事，繁體字喎。咁佢俾咗咩你？佢整咗句紐約記故事俾我同佢講唔好用記，要用廣東話個嘅。點知佢新嗰張變咗紐約嘅故事。哈哈 ，Oh hell no！ 殘體字加廣東話，呢啲叫身份危機啊 ，Sallies。係咯 ，AI agent get me headache， 真係好頭痛啊。Yo， 故事 Story Night 啊，個 AI 係咪以為我哋喺紐約拍緊權力遊戲啊？佢連個事字都寫唔啱啊！我明明打晒中文字叫佢跟，呢啲白係咁㗎啦，以為自己識飛，其實連條街係點都唔知，佢哋根本唔明852嗰種 style。AI agent get me headache， 我同佢講咗10次，佢好似聽唔到咁。我真係想將呢部 iPad 掟落 East River。好，最後一次，我寫到明 Please use scare for possession, traditional Chinese only。 你睇下佢啱啱又噴咗啲咩出嚟？紐約嘅故事 Twisted York。 Yo， 其實星期五晚嘅你確係幾扭嘅，但唔係咁寫嘛。係扭啊，唔係扭。之後佢下面啲細字又變咗地，佢好似將普通話語法、廣東話俚語同埋亂碼擺入攪拌機咁。佢俾緊嗰種左宗棠雞式嘅廣東話你啊，假到爆。AI agent get me headache， 我只係想俾啲 follower 睇到正宗香港廣東話，係咪真係咁難？哈哈哈哈，1、2、3乜乜乜，佢直頭放棄咗啦。個 AI 玩嘢啊 Sallies。 唔好笑啦咕喎，我個頭真係暈啦。呢啲就係點解我哋需要人類嘅原因。我用咗2個鐘去執嗰一句字。AI agent get me headache， 仲要寫錯晒啲嘅記地。算啦，咪搞部機啦，我哋去唐人街食餐好嘅好過，你需要補下個腦。行啦，但我一定要寫封 email 去投訴。祝你好運，佢可能會覆返你，請俾多啲頭痛我。行啦 ，AI agent get me headache， 走啦，去食嘢好過，下次我自己畫算啦。Seriously，AI agent get me headache。